感謝神引導我哋嘅腳步嚟到聖經面前學習你嘅話語，讓我哋從中能夠明白人生嘅奧秘，亦都能夠知道你嘅旨意。都願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按照你嘅旨意可以得救，到永恆嘅國度入邊同你共享天倫之樂。希望你能夠藉着咁樣嘅一次佈道會，完成你嘅旨意，讓所有嚟到你面前話語渴慕你真理嘅人能夠得到這份永生嘅盼望。希望我哋喺勞苦受煩嘅一生當中，能夠揸住呢個永遠唔會失去嘅救恩。希望你嚟成就呢一切，亦都希望你能夠帶領呢個軟弱不足嘅口，按照真意分解你嘅道，希望能夠傳達出你神秘嘅旨意，並且能夠清晰咁讓弟兄姊妹同慕道朋友都可以知道原來你愛我哋，並且你有一份公義在你心裏。希望我哋今日所有嘅人都能夠按照你嘅旨意喺呢個世上與你同行。希望我哋所有嚟到呢度嘅每一位朋友都能夠得到呢一切。今日自始至終嘅看顧，所有嘅時間都由你嚟引領。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好，我哋將聖經翻到詩篇第103篇。詩篇第103篇19節，舊約580頁。詩篇103篇19節，舊約580頁。詩篇第103篇19節，我哋一齊讀。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呢度已經我哋進行咗第3日，我上嚟呢都係有啲緊張下。其實喺學習呢2日嘅過程當中呢，我就會發現一個咩呢？就係我哋眼睛所睇到嘅呢本聖經啊，喺宇宙當中呢，佢只不過係佔據咗好細嘅空間。按照價錢嚟講呢，呢本呢即係20幾蚊啫嘛。但係當我哋打開聖經嗰一刻，就會發現整個宇宙以及萬物嘅奧秘喺入邊，所有嘅事件都囊括喺其中。其中呢，又包括我哋個人嘅命運，喺我哋睇到所有嘅人都好啊，所有嘅事物都好，天地都好咧，都喺度變化緊嘅。人心喺度變，世界都喺度變，整個宇宙都越嚟越走向墮落。唯一不變嘅就係聖經嘅話語。耶穌基督佢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所以喺我哋從細到大經歷嘅一切嘅事情當中，我哋就會發現最權威嘅係乜嘢呢？係聖經啊！隨着權力一代一代咁樣更換呢，但係我哋睇到權力嘅背後呢，有一位主管萬有嘅，佢就係邊個呢？佢就係我哋聖經嘅作者，佢就係上帝。好多人都係睇呢個世界好似冇人管咁樣，就好似呢個世界係冇人治理嘅情況下一樣咁樣。但係咧，佢喺傳道書第5章第8節話乜嘢呢？你若在一省之中見窮人受欺壓，並奪去公義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詫異啊！因為有一位高過居高位的監察，在他們以上仲有更高嘅。佢告訴我哋喺權力嘅最頂端仲有更高嘅。所以我哋知道班長管理一個班有權力，係咪？省長有一個管理省一個權力，我哋市長有管理一個市嘅權力。咁一個總統呢，管理一個國家嘅權力。咁神呢喺詩篇入邊佢話19篇佢話，他的權力統管萬有啊！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佢嘅權力係統管萬有噶。同樣好似一個國家嘅總統或者一個市長都好啊，佢喺度管自己嘅管理嘅權力範圍之內呢，佢係有一定嘅管理嘅根基同埋支柱嘅。咁神佢既然係統管萬有嘅一位神，咁佢管理嘅根基又係乜嘢呢？我哋往前邊詩篇89篇14節，舊約571頁。89篇14節，我哋一齊讀。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面前。呢度入邊非常重要，我同大家演示一下吓。佢話佢統管萬有，有根基嘅。係乜嘢嘅根基呢？第一個，公義和公平。第二個係慈愛和誠實。佢統管萬有，佢統管萬有必須有個根基，佢寶座根基。佢統管嘅根基係乜嘢呢？就係公義同公平、慈愛同誠實。如果簡單講嘅一個就係公義，同埋一個係慈愛。公義和公平話俾我哋聽，必須喺人犯罪嘅時候會有審判。而佢慈愛同誠實話俾我哋聽，慈愛顯現喺佢一定會有救恩。誠實呢，佢一定用佢誠實嚟同我哋立約嘅。呢一點好重要。如果唔知道呢個嘅話，咁可能我哋就好難理解神佢喺歷史當中嘅作為。因為佢統管萬有，我哋想認識呢位統管萬有嘅神嘅話，就要知道佢嘅根基係乜嘢，公義同公平。有好多人嚟到教會以後點咧？佢話同佢自己嘅細路喺度禱告話：主啊，你俾我嘅細路考上清華北大吧。然之後咧，佢個仔從來都唔返學，日日去網吧。神佢絕對唔會讓一個從來唔學習嘅細路去考上清華同北大。點解呢？因為佢係一位公義同公平嘅神。所以我哋常常話天道酬勤，我哋都知道天道酬勤啦，係嘛？聖經入邊話諸般勤勞都有益處。神喺聖經入邊話俾我哋聽，神讓我哋勤勞係因為佢係一位公義公平嘅神。同樣，如果有人犯罪，將來係一定會有審判等待住佢嘅。因為神係公平嘅神。同樣慈愛，因為佢有公義嘅屬性，證明佢有慈愛。慈愛佢體現喺邊度呢？就喺佢嘅救恩上面體現出嚟。因為有救恩，所以咧我哋有悔改嘅機會。今日我哋分享到有挪亞洪水，洪水代表着佢嘅公義。咁嗰個方舟咧就代表咗佢嘅慈愛。佢係一位誠實嘅神。同樣，既然佢用誠實嚟同我哋立約，所以聖經分為新約同舊約，呢個就係佢所統治嘅特點。根基會唔會變呢？係唔會。既然佢係一位永遠唔會改變嘅神呢，咁佢所治理嘅根基會唔會變呢？同樣都係唔會變嘅。咁既然根基唔會變，按照神嘅公義同神嘅慈愛，咁洪水時代仲會唔會嚟臨呢？人仲喺度犯罪，人依然喺度犯罪過程當中呢，佢一定要彰顯嘅就係佢審判嘅日子要嚟到。咁喺審判之前，佢一定會有拯救嘅日子嚟到噶。所以咧，人出咗方舟之後，佢哋到底係個咩狀態呢？我哋睇下創世紀9章1節。創世紀第9章1節。創世紀9章1節。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9章1節上邊，神與挪亞立約，神告訴佢哋嘅後裔：你哋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就好似神同亞當第一次立約一樣，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結果亞當選擇咗食咗。
所以咧，佢背棄約定以後咧，神一定按佢嘅公義同慈愛嚟對佢。同樣呢啲人嘅後裔咧，佢哋又係點樣做出選擇嘅咧？我哋睇下11章第4節。11章第4節，他們說：來吧，我哋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神告訴佢哋4個字：你們要遍滿了地。而佢哋做咩選擇呢？免得我哋分散在全地上，人又一次開始墮落。咁按着人咁樣一次遠離神嘅狀態，叛逆神嗰個狀態，結果又會係點樣呢？就係將來一定會重演洪水審判，只不過就係改成咗火嘅審判。呢個琴日我哋已經學咗嘅。按着神嘅慈愛，佢仲要進行拯救嗰個嘅事工。咁佢如何拯救呢？我哋嚟睇一睇。整個嘅人類歷史啊，就係從亞當走向耶穌嘅歷史。所以喺呢個歷史過程當中呢，我哋一個個咁睇，亞當佢犯咗罪以後，佢嘅後裔遍滿了地，然後呢，喺惡貫滿盈嘅時候，神用洪水審判咗世界。喺洪水之前呢，預備咗方舟，喺所有嘅人群當中，只有一家八口得救咗，嗰就係挪亞嘅後裔閃、含、雅弗，係我哋所有人共同分支嘅祖先。然後神對佢哋話：你們遍滿了地。而佢哋做咗一個巴別塔，做咗巴別塔以後呢，佢哋開始喺嗰度拜起咗偶像嚟。而神知道喺拜偶像嘅嗰個民族當中呢，一定會將來會墮落嘅。所以佢喺呢啲墮落嘅民族入邊呢，迦勒底嘅吾珥選咗一個人，佢係邊個呢？佢就係亞伯蘭。重新開始咗神佢拯救嘅計劃。嗰個時候係咩狀態呢？係全部都墮落嘅狀態。約書亞記24章第2節係咁樣講嘅。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侍奉別神。所有人都遠離神喺嗰陣時，然之後呢仲開始侍奉其他嘅神，所以呢，神單獨就將亞伯拉罕呼召出嚟。佢喺呢入邊咧揀選咗一個民族，就係亞伯拉罕。從呢個民族身上咧，神有一個拯救嘅計劃同埋目的。我哋將聖經翻到以賽亞書43章第9節。以賽亞書43章第9節。舊約709頁，任憑萬國聚集，任憑眾民會合，其中誰能將此聲明，定將先前的事說給我們聽呢？他們可以帶出見證來，自顯為是，或者他們聽見便說這是真的。10節一齊讀。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又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我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有。琴日我哋睇到嘅都係物證，但今日神呢，佢藉着呢個以色列嘅民族就係亞伯拉罕，佢嘅子孫就係雅各。雅各翻譯過嚟就係指以色列。借着以色列呢個民族，佢嘅第一個目的就係為咗俾我哋做見證。所以第9節話：任憑萬國聚集，
任憑眾民會合，大家我哋都會入喺呢度。神將以色列提出嚟嘅目的係俾我哋全世界嘅人喺度觀看，喺度睇住，因為佢喺全世界受審判之前呢，佢單獨揀出咗一個民族，想要通過佢呢個民族嚟同我哋萬萬做見證。通過佢，我哋可以認識神嘅根基同埋屬性。所以神佢就係咁樣揀選咗亞伯拉罕。我哋再睇12節。一齊讀，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說明，並且在你們中間沒有別神，所以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也是神。呢個入邊講咗3點吓。第一個佢話我曾指示，我曾說明，仲有一個我曾拯救。我哋大家睇下呢度，我哋大家今日就係我哋所要講嘅主題就喺呢度。我哋直接睇下創世紀第12章。創世紀12章，琴日呢，我哋穿越咗幾千年，今日我哋又要開始穿越啦吓。我哋翻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創世紀12章第1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後邊我哋一齊讀：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哋大家係咪都屬於地上萬族嘅其中一位？我哋點解要學習以色列呢？因為佢同我哋嘅每一個人嘅命運係息息相關嘅。所以呢，神藉着以色列告訴我哋嘅目的。第一個就係以色列咧，呢個民族係神嘅見證。見證乜嘢呢？就係俾我哋全天下嘅人睇，佢必須係按照聖經嘅記載，興衰與敗亡，讓我哋睇到神嘅作為。第二個，佢係聖經嘅記錄者，所以神嘅聖言咧都係交託俾佢，神揀選佢哋，將神嘅話交俾佢哋嚟記錄。第三個就係誕生救主耶穌，耶穌係按照舊約嘅記錄，告訴佢嚟做乜嘢呢？呢個係舊約記錄嘅內容。咁喺新約呢，係按照舊約記錄嘅內容將佢做出嚟。舊約同新約嘅核心就係記錄耶穌所做嘅事情。第四個，佢就係歷史嘅中心，成為一個樣品，人類歷史嘅時鐘。我哋讀到第3節話：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呢個係以邊個為中心噶？咁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整個人類歷史咧係以邊個為中心？以以色列為中心嘅，而且佢嘅地理位置亦都係喺世界嘅中心。喺以西結書話：那是居住世界中央的民族。你哋將世界地圖打開之後，你哋睇到以色列嘅位置就喺世界中央嗰個位置。佢就係喺好似一個舞台咁樣效應，俾所有人都能夠睇得到。呢個就係歷史嘅中心。你哋會發現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民族同所有龐大嘅大國都有瓜葛。你哋會發現佢哋同埃及有聯繫，同亞述大國有聯繫，同羅馬帝國、巴比倫帝國、希臘、大英帝國、美國通通都有聯繫，都有牽連。世界以咩為中心？全部都係以佢哋嚟為中心嘅。點解咁樣嘅一個民族，所有嘅歷史都要同佢哋有牽連呢？
如果我哋學習埃塞俄比亞嘅話，就冇咩可以學噶啦，係嘛？但係偏偏世界上一個最特殊嘅民族就係佢哋，而且咧我哋通過佢哋嘅歷史進程，知道人類歷史時鐘走到咗邊一度。琴日我哋分享到人類將來有一日會結束，咁嗰一日結束，咁呢個世界嘅時鐘喺邊度？睇以色列民族就知道噶啦。第五個，佢同我哋有乜嘢關係？剛才頭先喺以賽亞書43章入邊話，讓世人知道且信服，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第一個讓我們知道，第二個讓我們信服，第三個又明白。呢三點好重要。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咗你的，我必咒咗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點解要因為以色列而得福呢？神告訴我哋喺加拉太書3章8節話，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哋要知道嘅係，點解神將佢俾我哋睇呢？而係叫我哋知道，然後信服明白。神俾亞伯拉罕嘅祝福係乜嘢呢？第一節入邊有一個字，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節，你必成為大國。第三節，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咒咗你的，我必咒咗他。有三點應許下。我曾指示往我指示的地去。第一個應許係國家，第二個應許係土地，第三個應許係祝福。希望我字寫得越嚟越好啲嚇，唔好緊張嚇，啲字寫得唔係好正。1、2、3，神用亞伯拉罕有3個約定。佢話我曾指示，我哋嚟睇下。喺學習以色列歷史個過程當中呢，神一定要將佢推到歷史嘅舞台。佢按照神嘅指示去咗以後，神俾咗佢一個應許，將佢搬上歷史嘅舞台。第一個嘅約定係乜嘢呢？讓佢下到埃及去成為大族。我哋睇下創世紀46章第3節，舊約47頁。創世紀46章第3節，神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後邊一齊讀。我必使你在那裡成為大族。神佢想要將一個人推到讓所有人都能夠睇到嘅、睇得見嘅位置上，就必須有一個最高嘅舞台。咁喺當時呢個世代呢，邊個國家係最大？埃及。所以神讓佢哋去到埃及，喺埃及呢能夠成為大族以後呢，登上咁樣嘅一個嘅步驟啦。原來呢70幾個人入去，有200多萬出到嚟。亞伯拉罕的子孫雅各，佢喺埃及400多年嘅過程當中呢，長到咗200多萬。然後呢，神讓佢從埃及出嚟，藉着摩西過咗紅海，最後到西奈山上同佢哋立約，話聽從就得祝福，不聽從就咒詛。所以呢，按照以色列嘅選擇，讓我哋可以學會如何走向耶穌嘅過程。
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分享嘅內容。簡單就係咁講一下嚇。入到埃及以後咧，出埃及嘅呢個係一個見證嚟嘅，目的係乜嘢呢？就係讓所有人都知道耶和華。詩篇59篇13節。詩篇59篇13節，舊約550頁。詩篇59篇13節。求你發怒，使他們消滅，以致歸於無有。後邊一齊讀，叫他們知道神在雅各中間掌權，直到地極。當時埃及咧，佢哋係唔想放走呢啲以色列人嘅，因為埃及當時咧已經係一個奴隸社會。喺嗰陣時咧，埃及幾乎所有嘅勞苦工作都係由以色列民族嚟做㗎。但係咧，以色列民族佢哋想出去，神告訴佢哋讓摩西去揾法老，但係法老咧唔放喎。喺唔放嘅呢個過程當中咧，神就藉着摩西使佢降咗10個災，但係降咗10個災咧，佢都唔放人。最後咧喺擊殺咗長子之災之後，佢哋不得不放人。放出去之後咧，佢哋發現全國癱瘓。點解咧？因為冇奴隸喺度做嘢啊嘛，咁佢哋全國就喺度癱瘓啦。喺呢個過程中咧，佢哋就反悔去追殺佢哋。喺追嘅過程當中咧，神施展能力就將紅海打開，然之後咧佢哋就過咗紅海。喺當中咧睇到邊個嘅能力？睇咗神嘅能力。所以佢話叫佢哋知道神在雅各中間掌權，直到地極。就係第一次踏上歷史舞台嘅時候，喺一個龐大大國嘅侵略下，神將佢哋從埃及保咗出嚟。喺呢個事情嘅發生係點樣嘅呢？我哋去睇一睇出埃及記14章21節。出埃及記14章21節，舊約66頁。出埃及記14章21節，舊約66頁。摩西向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垣。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一切的馬匹、車輛和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時候，耶和華從雲火柱中向埃及的軍兵觀看，使埃及的軍兵混亂了，又使他們的車輪脫落，難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說：我們從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華為他們攻擊我們了。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海伸杖，叫水迎合在埃及人並他們的車輛、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舊復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時候，耶和華把他們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沒了車輛和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軍，連一個也沒有剩下。30節一齊讀。當日耶和華這樣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的死屍都在海邊了。好，呢段就係難以讓人置信嘅神開紅海嘅咁樣一個嘅場面。咁呢個到底係咪真實呢？今日已經跨越咗幾千年之後呢，我哋能唔能夠揾到相應嘅證據呢？呢個我哋需要嚟確認一下。我哋嚟睇下呢個圖片。亞伯拉罕順着神嘅旨意下到咗埃及。佢喺埃及過咗400年嘅奴隸生活，佢哋，然之後摩西咧將佢哋帶咗出嚟。喺埃及有好多古壁畫上都可以睇到呢個以色列民族佢哋喺度做苦工嘅樣。呢個髮型就係以色列人嘅髮型，唔係埃及人嘅髮型嚟㗎。佢哋建咗比東和蘭塞好多建築物咧，都係嗰陣時候做嘅。呢個就係以色列碑。
呢個係喺聖經之外最早嘅關於以色列嘅記載。呢入邊記錄嘅就係以色列被撇喺曠野，實際上就係出紅海嘅嗰一刻。呢個係呢個約瑟夫著作選集入邊亦都有記載以色列碑嘅記載。佢哋係從邊度過紅海嘅呢？就係蘆葦海呢笪地方。佢哋嚟到呢片曠野，然之後咧從呢個地方開始過紅海，過到對面去。其中咧水回流以後，將邊個浸死咗？把法老同佢一切嘅馬兵，連一個都冇有剩低。我哋去睇一下喺埃及，佢哋有咁樣嘅木乃伊。木乃伊咧，其中有具屍體咧叫麥倫普塔，佢係同摩西同時代嘅一位法老。你會發現咧，佢同其他法老係唔一樣嘅木乃伊係唔一樣。佢身上面上咧係有鹽晶體，呢啲同其他木乃伊嘅鹽晶體係唔一樣嘅。喺開羅博物館啊，你會發現呢個屍體嘅眉毛係畫上去嘅，耳朵咧好似被乜嘢咬咗一樣。有啲人話大海回流嗰時將佢哋淹沒啦。咁點樣會將法老撈到上岸嘅呢？聖經30節最後入邊話，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的死屍都在海邊了。當時呢個回流後呢，所有嘅屍體咧都喺海邊㗎啦，所以呢，撈到佢哋喺慢慢嘅尋找過程當中咧就揾到咗佢，但係呢，佢已經被鹽所侵蝕，所以呢，佢有咁樣嘅鹽晶體。仲有我哋再睇一個證據，第25節，又使他們的車輪脫落，難以行走。海水回流以後，他們的車輪也掉落到紅海。為咗確認呢個真實性呢，有啲人呢落到紅海入邊海底下邊去揾證據。喺紅海，點解叫嗰個海叫紅海呢？因為入邊呢有好多個紅珊瑚。紅珊瑚佢有一個特點，就係佢係可以附喺某種物體上一直咁生長。車輪既然脫落咗落去嘅話，紅珊瑚如果附喺上邊嘅話，佢嘅形狀就唔會改變。所以海入邊咧都有一個證據，就係車輪脫落嘅證據。有啲人下到咗紅海海底下邊去睇咗嘢，而且仲拍攝一個視頻，我哋去睇一睇。In the spring of 2000, a robotic camera was lowered into these waters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you see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n axle, a hub,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 wheel, and you say to yourself, this is not a coral reef, this is a coral growth on an artifact. And that is what's different to me when I compare corals at other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earliest explorations at Nueva, one distinctive type of formation has often been identified on the sea floor. A slender, table-like structure, sometimes standing on end, with a coral-encrusted base, a straight shaft, and a circular top. It's a 90-degree angle, a right angle, between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n axle and the wheel. And you can see this in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it looks very different from normal coral growth. And it is like a man-made structure with a coral growth on it. In the midst of them, Pan Tien photographed this circular object attached to w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a broken axle or hub. This discovery was significant for two reasons. Pan Tien had documented the coral-encrusted form of a wheel with dimensions similar to ancient Egyptian artifacts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 proposed Nueva crossing site. Her find also provided independent confirmation of earlier evidence establishing wheel-like formations on both coasts of the Red Sea in accordance with descriptions in the biblical record. 呢個係埃及開羅博物館。
呢個係正常嘅木乃伊。個視頻咧係一位姊妹，佢對呢件事一定要確認。佢係有一次去咗開羅博物館，然之後用手機影低咗落嚟，睇到嗰個車輪嘅啲形狀正好同摩西過紅海嗰個年代嘅車輪係一模一樣嘅。嗰個係麥倫普塔佢所做嘅馬車嘅車輪係一樣嘅，因為每個朝代咧做嘅車輪都係唔一樣。嗰個正好就係嗰個年代嘅車輪。頭先咧一個落到紅海海底嘅，一個係喺開羅博物館嘅視頻咧，我哋都可以睇到聖經呢段開紅海海嘅過程咧係屬於真實。點解神要咁樣做？就係為咗要將佢哋推上歷史嘅舞台。喺當時嘅年代，就係咁樣一個開紅海嘅事件，將身邊所有嘅人，佢哋都認識咗以色列背後嘅呢位神。甚至喺佢哋攻打耶利哥嘅時候，有一位妓女啦嚇，因為聽到佢哋過紅海，神俾佢哋開紅海嘅事件，佢就對此有咗一個對神嘅信心。呢個妓女呢，當時呢，佢嘅消息係比較靈通，所以佢哋知道呢個事情之後呢，神既然將以色列人推到歷史舞台上，讓佢哋自己知道佢哋係一個特殊嘅民族。我哋再睇下《申命記》第4章32節，《申命記》第4章32節，舊約170頁，《申命記》4章32節，舊約170頁。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來，從天這邊到天那邊，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說話的聲音？像你聽見還能存活的呢？這樣的大事何曾有？何曾聽見呢？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嚟，用試驗、神蹟、奇事、爭戰大能的手和伸出嚟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華你們的神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35節一齊讀，這是顯給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華他是神，除他以外再無別神。全世界都拜偶像嘅過程當中呢，佢哋單獨就將以色列民族拉咗出嚟，然之後又從呢度將佢救出嚟，從埃及入邊領佢出嚟，然之後對佢話乜嘢呢？自從造人以嚟啊，從有人以嚟，從天這邊到天嗰邊啊，有何民能聽見神的話呢？有何民能夠讓神用奇蹟、用各樣征戰大能嘅手將佢哋從埃及領出嚟？係想讓佢哋知道，你哋所信嘅神係獨一嘅真神，最大嘅神。佢哋過咗紅海以後呢，嚟到咗西奈山上。喺西奈山呢，神同佢哋又立咗一個約定，叫西奈山之約。我哋睇下28章第1節。28章第1節。申命記第28章第1節，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第2節一齊讀，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咒詛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第一個約定就係聽從就得祝福，第二個就係15節，
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後的咒詛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呢個係西奈山之約，我哋往前睇，入邊有好重要嘅一點下。聖經話：你們若聽從就得祝福，若不聽從就得咒詛。神係先將佢哋領出嚟，睇到神嘅能力以後，同佢哋立咗呢個約，說明咩呢？聽從就得祝福，唔聽從就得咒詛。神佢話：我曾指示，我曾說明，而且佢仲係反覆咁強調咗一次。點樣強調呢？第28章第1節，你若遵守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神話俾佢哋聽，聽從嘅話，你哋得到嘅祝福係唔一樣嘅。假如呢條黑線係我哋整個人類歷史嘅一個平均值嘅話，都其中我哋人類歷史都係喺興衰與敗亡當中度過嘅。萬民嘅興衰與敗亡，如果呢個頂點係興盛嘅話，下邊嘅點係萬民嘅衰落嘅話，咁神對以色列百姓講乜嘢呢？佢話：如果聽從嘅話，你嘅祝福就會超乎萬民之上啊！我哋中國喺鼎盛嘅時期，譬如唐朝啦，譬如我哋家陣啦，都已經達咗鼎盛嘅時期，但係呢，佢只能夠係達到萬民興盛嘅一個高點。家陣我哋中國都好興盛啊，係嘛？家陣好多國外都期待我哋中國人去佢哋嗰度消費，呢個都係歷史以來比較罕見嘅啦。咁祝福咧會超乎萬民之上，神強調咗啦。同樣咒詛亦都係會超乎萬民嘅。咁擺喺以色列人面前嘅到底係乜嘢呢？就係以色列如何做選擇，係選擇聽從所得到嘅祝福啊，定係選擇背逆然之後得到咒詛呢？神為咗強調呢一點咧，佢將佢祝福嘅話放喺一座山上邊，將咒詛嘅話放喺另一座山上邊，然之後咧兩座山同時呢邊宣布祝福，嗰邊宣布咒詛，讓佢哋分得好清楚，然之後做一個正確嘅選擇。但係咧當時咧佢哋都係滿口咁樣就答應神，選擇聽從，但係咧喺歷史嘅進程當中咧，佢哋並沒有選擇順從聽從神。所以咧，以色列嘅歷史告訴我哋，話俾我哋聽，亞伯拉罕生以撒、雅各喺埃及400年之後係出埃及，喺曠野40年嘅過程當中咧，開始嘅時候咧，神同佢哋立咗西奈山之約，然後咧佢哋下一步進入到迦南美地，佢哋得到咗祝福，然之後士師時代進入咗黑暗嘅時代，統一王國就係大衛和所羅門王時期，喺公元前1000多年前左右，嗰個時候咧佢哋都係順從嘅，然後得到咗鼎盛嘅祝福，幾乎周邊國家咧都嚟拜訪所羅門王嘅智慧，而且咧佢哋嗰個時候咧建造咗聖殿啊，聖殿幾乎都係用黃金嚟打造嘅，但係後期咧佢哋開始選擇咗背逆。背逆當中咧，神喺公元前722年通過亞述大國滅咗北以色列，公元前586年通過巴比倫滅咗南猶大。佢哋分裂以後咧，滅咗佢哋。呢個時候當中咧，有先知嚟警告佢哋，但係佢哋點樣呢？喺歷代志36章第15節話：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他們卻嬉笑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譏誚他們的先知，以致耶和華的憤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歷代志下36章係咩年代呢？就係北以色列滅國嘅期間。就係喺北以色列國滅國嗰個期間，我哋去睇下耶利米書6章16節。耶利米書6章16節
舊約741頁。耶利米書6章16節，舊約741頁。16節由我嚟讀。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裏必得安息。他們卻說：我不行在其間。17節，我設立守望的人照管你們，說要聽角聲，他們卻說我們不聽。18節一齊讀。列國啊，因此你們當聽；會眾啊，要知道他們必遭遇的事。16節到18節有好深刻嘅教訓，對佢哋話：你們訪問古道，就係從北以色列、南猶大佢哋滅亡之前，你哋睇下以前嘅歷史，睇睇邊度係善道。你們順從神呢，神點樣幫助你哋？你哋叛逆嘅時候呢，神又係點樣管教你哋？你哋從中選擇一下，好行在其間。佢哋話乜嘢呢？我哋唔行在其間。神不斷設立守望嘅人去照管佢哋，就係設立先知嚟警告佢哋，但係佢哋藐視、譏笑，話我哋唔聽呢啲先知。所以第18節同邊個講？列國啊，同大家講噶。係同大家講嘅，因此你哋當聽，會眾啊，要知道佢哋必遭遇的事。以色列咧經歷嘅一切係俾邊個睇？係俾我哋睇嘅。所以咧佢哋滅亡之後咧，佢哋先後被波斯、希臘、羅馬帝國統治，佢哋分裂咗自己嘅國家。從嗰一刻，公元前586年開始，一直到1948年亡國咗2600多年。後來咧，耶穌嚟到呢個世界上，喺呢個期間咧，佢哋係咩狀態咧？我哋去睇下馬太福音。耶穌嘅時代咧，佢哋都仲係一樣。馬太福音23章。馬太福音第3章37節，新約30頁。馬太福音23章37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們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啊，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讀到呢度，佢哋一開始咧係藐視、譏笑先知，然後唔聽。後尾到後期咧，發展到咩程度咧？話你再講，我用石頭打死你。我希望今日你哋呢度冇人願意會用石頭嚟打死我嚇。我喺呢度做乜嘢咧？就係最危險嘅嘢，先知做嘅嘢，而且經常去同你講，而且搞到人哋好煩。所以神話乜嘢咧？我就像母雞將小雞聚集喺翅膀底下一樣。神話你哋要喺我嘅應許之內，喺我嘅範圍當中受我嘅保護。唔係我冇能力保護你哋，係我畫咗個圈保護你哋噶啦，已經。你哋喺入邊受我嘅保護，喺外邊咧，你哋等於乜嘢咧？等於唔聽從，被咒咗啊！但係咧，佢哋係唔制，唔願意。當時咧，神一睇先知都唔好用啊，就差派邊個嚟咗咧？佢親自穿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嚟到我哋當中。呢個就係耶穌道成肉身嚟到佢哋當中。嗰個時候咧，佢哋毫不客氣咁樣將耶穌咧釘喺十字架上邊。當時耶穌嚟啦，擺喺佢哋面前嘅又係一次選擇。你會發現一個特點啊，神佢無數次俾人選擇嘅機會。所以喺公元32年嘅時候，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佢哋有咗殺耶穌嘅心。喺呢個時候咧，係
比拉多巡撫嚟執行呢個裁決，但係比拉多有想救耶穌嘅心，所以佢話有一位罪大惡極嘅人，有一位為王嘅耶穌，你哋選擇放邊一個？今日我可以釋放一個俾你哋，但係佢哋選擇嘅係乜嘢呢？我哋睇下27章第21節。27章第21節。巡撫對眾人說：這兩個人，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他們說巴拉巴。比拉多說：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巡撫說：為什麼呢？他做了什麼惡事？他們便極力喊着說把他釘十字架。比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哋承擔吧。25節一齊讀，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有啲人就問：點解啊？點解以色列百姓佢哋會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邊嘅？原因係乜嘢？第一個原因就係佢哋有一顆頑固嘅心。明明係耶穌，佢按住舊約聖經入邊全部嘅記載嚟到呢個世界上，誕生喺伯利恆，然之後咧做咗啲乜事呢？都記到好清楚嘅喺聖經入邊。耶穌嚟咗就按住聖經所有嘅記錄，一咁應驗咗。但係佢哋有咗一顆叛逆嘅心，唔聽從神嘅心。第二個特點係乜嘢呢？點解唔信呢？佢哋點解唔信？因為佢哋唔關心靈魂，佢哋只係關心肉體上邊嘅事。耶穌喺聖經入邊預言話，第一次咧佢係受難嘅耶穌，係被釘喺十字架上邊。第二次咧，佢係為王嘅耶穌，但係佢哋想選擇第二次嘅耶穌。當時喺羅馬嘅統治之下咧，佢哋想推翻羅馬嘅統治，唔想成為亡國奴，為咗自己肉體嘅考慮，覺得呢個唔係佢哋所要嘅神啊。好多人都有咩特點咧？佢話如果呢位神唔合我嘅意思，佢就唔係神。當時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咁嘅心態。當時咧，跟隨耶穌嘅人咧，有好多有目的嘅人咧，佢哋全部都離開咗耶穌啦。耶穌同佢哋講生命之道。耶穌話：小子，你嘅罪釋放了，你嘅信救了你，根本唔提復國嘅事。所以咧，佢哋喺嗰刻將耶穌釘十字架上。喺入邊下呢個釘十字架俾咗我哋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喺度。以色列受罰嘅時間咧，你會發現一個特點，佢哋一開始咧都係受罰8年啊、10年啊、20年、40年咁樣嘅受難，70年咧被巴比倫國擄去，然之後咧士師記不斷咁樣受難，但係咧佢哋拒絕耶穌之後咧，佢哋長達2000年受難嘅歲月。嚟自邊句話咧？就係25節，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子孫的身上。所以拒絕教訓所帶嚟嘅結果就係不停重複咁樣犯錯，不停重複犯錯所帶嚟嘅結果就係咧，神佢不停咁樣管教同埋審判。但係有啲人會問：點解殺咗耶穌嘅罪長達2000幾年啊？呢度亦都告訴咗我哋另外一個屬靈嘅教訓，就係拒絕耶穌就係世界上最大嘅罪。佢喺度告訴我哋，一旦人拒絕耶穌嘅恩典咧，佢將來受到嘅刑罰和審判，嗰個時間係永恆噶。所以咧，你犯咩罪咧？好像神都唔好似好嬲咁，唯獨拒絕耶穌係長時間嘅懲罰。呢個就告訴我哋，真正拒絕耶穌嘅人，佢嘅命運係好悲慘噶。我哋睇下當時嘅背景，當時嘅呢個背景。當時咧，比拉多話：呢邊係你哋信嘅耶穌，呢邊咧就係罪大惡極嘅巴拉巴。你睇呢個人生一睇就知道佢係咩樣啦，係嘛？就等於你哋係究竟選擇神啊，定係選擇魔鬼咧？
神有一次告訴佢哋：你哋係選擇生命樹啊，定係選擇食必死嘅樹呢？你哋係選擇天國啊，定係選擇地獄呢？同樣嘅選擇。你哋係選擇順從呢，定係選擇不順從呢？選擇祝福呢，定係選擇背逆受咒詛呢？神不停咁俾佢哋選擇，結果佢哋選擇咗巴拉巴，然之後金盆洗手，然之後咧喺耶穌同時代嘅人，就係將佢嘅寶血歸到我哋，佢哋同時代嘅人，佢哋都遭受咗相應嘅審判。列國啊，要知道他們必遭遇的事。公元70年，提多斯將軍圍困耶路撒冷城。但係公元前70年，佢哋曾經就圍困過一次。喺聖經入邊，耶穌都有個預言。我哋去睇下路加福音19章41節。我哋去睇下路加福音19章41節。路加福音19章41節。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他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捉起土壘，周圍圍繞你，四面困住你。所以佢入到聖城以後呢，佢就已經睇到咗幾十年之後，聖城將要被壘起嚟，仇敵捉起土壘，周圍圍繞你。翻過嚟21章20節，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為荒場的日子近了。21節一齊讀。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好，讀到呢度。耶穌話，如果你哋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嘅時候咧，就知道佢成為荒場嘅日子近啦。然後咧，你哋喺入邊嘅應該出去，喺城入邊嘅應該逃到山上去。所有聽耶穌話嘅人咧，喺佢哋羅馬兵丁第一次圍困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哋都逃出去啦。而冇聽耶穌話嘅人咧，佢哋依然翻嚟敬拜，結果咧佢哋就被圍困。當時咧，尼祿皇帝咧就係羅馬嘅皇帝，佢係一位最能夠逼迫基督徒嘅皇帝。突然駕崩咗，駕崩嘅時候咧，正好係維斯巴辛奧古斯都，佢嚟負責圍困耶路撒冷。圍困咗一半之後咧，佢聽到皇帝駕崩嘅消息咧，就翻去搶奪皇位。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撤軍啦。撤軍之後咧，佢個仔2年之後又重新圍攻耶路撒冷，中間有2年嘅時間係可以逃離耶路撒冷城噶。所以耶穌話俾佢哋聽：你哋看到圍困嘅時候就知道近啦，你哋要出去。第二次佢哋整個被圍困嘅時候咧，入邊係乜嘢狀態呢？呢個係提多斯將軍，呢個就係之後唯一剩低嘅一座哭牆。呢個就係提多斯將軍佢哋海船門上畫出嚟嘅，有個羅馬戰利品。呢個就係佢哋俘獲咗耶路撒冷紀念。佢哋俘獲嘅各樣嘅物品咧，金燈台喺上邊都有。呢個係金燈台。約瑟夫著作精選，呢個約瑟夫咧就係當時其中嘅一個俘虜。呢個係呢本書係北大出版社翻譯嘅一本歷史書嚇。喺呢場戰爭中被俘嘅人數總共超過咗97000人，而入邊死亡嘅人數咧總數係達到110萬人，絕大多數都係猶太血統嘅。其中有一位俘虜嘅係約瑟夫，然後咧入邊係咩情況呢？現在饑荒遍佈整座城市，叛亂長挨家挨戶去搜查，搶走佢哋嘅物品，全部嘅食物，成千上萬嘅窮人因飢餓而死。人們用全部嘅財產嚟買一啲啲嘅小麥，然之後藏起身，所以咧入邊已經變成一個好恐怖嘅情況噶啦，水泄不通，入邊咧餓死嘅人好多，成千上萬嘅人餓死，咁樣嘅一個情況。當時其中有一個人
佢係叫瑪麗。瑪麗高貴富足，係從庇哩亞逃到耶路撒冷來的。在耶路撒冷遭受圍攻的日子，他的財產被那些暴君們掠奪淨盡，佢嘅糧食每日都被嗰啲暴君追隨者掠奪。瑪麗餓得發瘋，佢捉住自己懷中嘅嬰兒，說：可憐的孩子啊，我何必要留你經歷戰爭、饑荒、叛亂呢？來做我果腹的食物吧，向那些反叛者和猶太世界極端嘅悲劇復仇吧。講完之後，便殺咗自己躺在懷中嘅兒子，將佢嘅屍體烤咗，食咗一半，然之後剩低嗰部分呢就藏咗起身。入邊發生咩事情呢？發生咗自己食自己嘅細路仔。所以呢段呢，我哋睇路加福音21章21節到23節。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都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所以一切都係按照耶穌所講嘅都應驗咗。呢一段早喺佢哋喺西奈山嘅約定就已經有咗記錄㗎啦。我哋睇下《申命記》第28章52節，《申命記》第28章52節，舊約193頁，《申命記》28章52節，舊約193頁。由我嚟讀，他們必將你困在你各城裏，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堅固的城牆被攻陷。他們必將你困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遍地的各城裏，你在仇敵圍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係耶和華你神所賜給你的兒女之肉。呢個係咩時候？呢個28章15節之後嘅內容呢？你哋聽從就得祝福，唔聽從呢就被咒咗。所以呢，佢哋就係咁樣開始咗苦難嘅歲月。所以以色列嘅患難史啊，我哋嚟睇一睇利未記26章27節。頭先申命記已經重申咗一遍，我哋再睇下利未記26章27節。舊約120頁，利未記26章27節。你們因這一切的事若不聽從我，卻行事與我反對，我就要發烈怒，行事與你們反對，又因你們的罪懲罰你哋7次，並且你們要吃兒子的肉，也要吃女兒的肉。喺幾千年前呢，喺3000年前左右呢，就已經講出咗咁樣嘅話噶啦。喺聖經入邊同以色列人講，當時呢嘅百姓呢，佢哋好難理解，我哋有乜可能食自己嘅仔女嘅肉啦？係咪？但係喺公元32年、70年咁樣嘅事情就成就咗啦。後邊我又要毀壞你們的邱壇，砍下你們的日像，你們的屍首必仍在你們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厭惡你們。有啲時候呢，我哋喺度推銷產品，喺推銷過程當中俾人拒絕，我哋好驚俾人拒絕。俾人拒絕唔可怕，可怕嘅係被神拒絕。所以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那殺身體又能把靈魂滅在地獄的，正要怕他。所以被神厭惡係特別可怕噶。所以你哋既然唔聽從，佢又話乜嘢呢？32節。我要使地成為荒場，住在其上的仇敵就因此詫異。33節一齊讀，我要把你們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你們的地要成為荒場，你們的城邑要變成荒涼。
神我曾指示的時候，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國土地，然後祝福。家陣呢，國家已經亡咗國啦，土地呢變成荒場，祝福呢變成咗咒詛啦。原因係乜嘢呢？說明強調嘅係過程當中呢，佢哋選擇咗背逆。所以睇一下，亦就係話神要將佢哋散喺列邦當中。我哋大家可能有撒過水稻或者係撒過小麥，係咪？就好似咁樣撒開去。呢個第一步，第二步呢係無論你哋散到邊度，我都要拔刀追趕你哋。所以以色列嘅患難事呢，按照呢啲經文呢，就全部應驗喺佢哋嘅身上。羅馬70年之後呢，佢哋冇咗自己嘅領土土地啦，然之後呢，佢哋開始分散喺周邊嘅國家，最後徹底被趕咗出去。佢哋喺呢幾年當中呢，佢哋分散喺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幾乎都有猶太人寄居嘅地方。詩篇89篇第34節話：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神係一位立約而守約嘅神。呢個就係猶太人嘅大事年表。以色列民族主要受難史呢入邊好多，我將主要嘅俾大家演示一下。第一個就係頭先講過嘅，公元70年羅馬將軍毀滅耶路撒冷城，然之後公元313年米蘭赦令公開殺害猶太人，我要拔刀追趕你們。公元1096年到1291年十字軍戰爭期間屠殺猶太人，歐洲流行鼠疫因此殘殺猶太人。公元1648年到1658年波蘭同俄國嘅戰爭近40萬嘅猶太人被殺害。離我哋最近嘅係邊一次？就係1939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600幾萬嘅猶太人被希特勒殺害。咁呢個係乜嘢呢？我要將你哋散在列邦當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2000年左右嘅歲月入邊，佢哋不停喺度流浪，而且不停被侵略、被殺害。但係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拉佢想殺死猶太人。所以佢哋用欺騙嘅方法聚集咗呢啲猶太人喺奧斯維辛集中營呢度，將所有嘅猶太人都關起身，用各種嘅方法殺害佢哋。呢個就係集中營當時嘅情況，當時嘅地方就好似呢種集中營有好多，其中最著名嘅就係奧斯維辛集中營，就係咁樣。呢啲就係猶太人嘅收容所。佢哋當時真係好悲慘，就係咁樣，好似雞仔喺雞籠入邊被關住。佢哋嘅防護都好嚴，而且呢個喺毒氣入邊毒死嘅屍體細路仔。佢哋將所有嘅鞋啊、衫啊、身上所帶嘅全部都扒光。呢個係一個德國其中嘅新聞採訪員，後邊都係滿車嘅屍體，佢就喺前邊去做報導。就係咁樣，一車車嘅死人，橫屍遍野，骨瘦如柴。佢哋有一個特點，就係被剝光殺死嘅。喺歷史當中都係好悲慘嘅呢個民族。唯有一個被剝光殺死嘅民族，用鈎扯住個腦袋，然之後往入邊拖。用推土機埋屍體，滅絕人性嘅大屠殺。超乎萬民之上，詛咒亦都係超乎萬民之上嘅。歷史上冇咁樣嘅一個民族，一共600萬人係被殺。毒氣室佢哋
除咗一切身上帶嘅，而且咧佢哋係被攞嚟做人體試驗。所以德國嘅醫學點解咁發達？係因為佢哋嘅試驗品好多，攞以色列人嚟做試驗，做各種嘅試驗，腦部啊、腳啊、手啊。然之後咧，佢哋一邊毒死人嘅時候咧，就一邊讓嗰啲俘虜啊演奏死神之曲。佢哋用頭髮做咗毛氈，各種各樣嘅物品，假牙啊。佢哋將自己所賺落嚟嘅黃金咧吞喺肚入邊，為咗保住一啲黃金，希特拉咧甚至將佢哋嘅假牙都全部都掹晒落嚟，入邊仲有黃金，全部都攞咗出嚟。我哋睇下以賽亞書3章16節。以賽亞書3章16節，舊約661頁。耶和華又說：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目，俏步隨行，腳下叮當，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禿瘡。耶和華又使他們赤露下體，到那日主必除掉他們華美的腳鬢、髮網、月牙圈、耳環、手鐲、蒙面的帕子、華冠、足鐧、華帶、香盒、褲囊、戒指、鼻環、吉服、外套、雲肩、荷包、手鏡、細麻衣、裹頭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爛代替馨香，繩子代替腰帶，光禿代替美髮，麻衣繫腰代替華服，烙章代替美容。25節一齊讀：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陣上。全部都除低好多嘅嘢，然之後光禿代替美髮，男主全部死在刀下。佢哋就係咁樣，喺咁樣嘅境況當中，全部都係咁樣。睇到未？全部都係佢哋所遭遇嘅。我哋再睇下另外一個視頻。1935年9月15日，纳粹全体大会通过纽伦堡法。这项所谓法律由希特勒一手组织制定，它规定犹太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属民，同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而大战开始后，纳粹借着战争的波澜，把对犹太人的迫害推向史无前例的顶峰。最初还没有灭绝营和毒气室，在德军行经之处留下的是一个个绞刑架和一具具在微风中飘动的被绞死的人。不久后，不知是纳粹的哪位巨头杜撰出一个词，叫做最后解决。他的意思是把当时分布于欧洲各国的1100万犹太人全部杀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赶上了死亡之路。当时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程序是：纳粹特别行动队到达一个城镇或者村庄后，命令当地犹太人的头面人物集合全体犹太人，声称要把他们迁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安置，要求人们尽量带上家里的贵重物品，而后步行离开村庄，通常走不了多远就是刑场。所说的刑场一般是村庄附近有反坦克壕的地方，这样杀完后省得挖坑掩埋了。犹太人被杀害之前要交出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脱光所有衣服。经历过大战的士兵什么没见过，但他们没有见过对犹太人如此大规模的残杀。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特意参观了一处集中营，他在成片的尸体旁久久地思索着。他说难以想象这是人干的事情，法西斯主义造下了多么大的罪孽。
盟军用推土机掩埋尸体，推土机的巨大铁铲把一具具屈死的灵魂葬入地下。对全人类来说，幸运的是，法西斯的新秩序在他的婴孩时期就被埋葬了。我哋睇下以賽亞書1章第5節。以賽亞書1章第5節，舊約658頁。你們為什麼屢次叛逆，仲要受責打嗎？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身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完全是，盡是傷口、青腫同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裹錢，也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毀，你們的田地在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場。第9節，我哋一齊讀。若不是萬軍之耶和華給你們稍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呢個世界上有好多龐大嘅帝國被毀滅，但咁樣一個被侵吞嘅民族，點解佢仲冇被完全滅亡呢？神話若不是他給稍留餘種嘅話，早已經被滅亡啦。你們屢次叛逆，屢次被管教當中，點解佢哋點解遭遇呢啲咁樣嘅事情呢？頭先好多人都睇到啦，咁慘嘅場面，所以佢就會諗：哇，點解啊？申命記第29章24節。申命記29章24節，舊約195頁。所看見的人，連萬國人都必問說：耶和華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烈怒是什麼意思呢？人必回答說：是因這地的人離棄了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後邊一齊讀：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肯定有好多人問，點解神點解會大發烈怒呢？神俾咗個答案，因為係佢哋離開咗神。耶和華喺埃及記嗰個時候咧，喺西奈山同佢哋立咗約噶啦，就係28章所立嘅約。29章告訴咗我哋一個答案，因為一旦要選擇背逆嘅話，全部落嚟就以後咧一定都會成就噶。按照聖經咒咗嘅內容咧，全部都要成就喺佢哋嘅身上。唔好忘記下，佢係為咗俾人哋睇嘅，佢咁樣做係為咗俾我哋世人睇嘅。即係呢啲人啊，即使唔係被希特勒殺害，早晚有一日佢哋會唔會死？佢哋仲係會死嘅。我哋可憐佢肉體嘅時候，神喺度可憐緊我哋嘅靈魂啊！佢用以色列幾十年嘅肉體嚟告訴我哋，佢係一位公義嘅神。所以咧，希望我哋睇到呢個咁樣嘅境況之後咧，要知道拒絕耶穌所帶嚟嘅刑罰係幾咁可怕。呢個係俾我哋帶嚟一個深刻嘅教訓。我曾指示，我曾說明。所以咧，佢哋選擇錯誤以後咧，國亡國啦，地變為荒場啦，祝福變成咒咗啦。但係千祈唔好忘記下，神佢仲有一個屬性，就係慈愛嘅屬性。咁佢呢個慈愛屬性彰顯喺邊度呢？佢話：我曾拯救，申命記第4章27節。申命記第4章27節，舊約170頁。申命記4章27節，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裏，你們剩下的人數稀少，唔係話徹底咁將佢滅絕啊，而係非常非常稀少。31節一齊讀：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憫的神，
他總不撇下你，不滅絕你，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佢嘅列祖係邊個？亞伯拉罕。神同亞伯拉罕立嘅乜嘢約？就係我要賜給你大國、土地、祝福。神唔會撇棄佢哋嘅，因為神同亞伯拉罕立咗一個約，神係守約嘅神，所以即便係人數稀少啊，神都一定會救佢哋嘅。其實咧，以色列民族佢同我哋中國歷史咧係差唔多嘅，上下4000幾年嘅歷史。我哋中國家陣人口有幾多億，而佢哋咧，佢哋嘅人口都仲冇深圳嘅人口咁多啊！全世界總人口咧都仲冇我哋人口咁多，但係唔好忘記，佢哋係長達幾千年嘅歲月不停咁被追殺，但係喺1945年二戰已經被殺咗600萬之後，人哋以為佢哋即將要滅亡嗰陣時，短短3年嘅時間啊！1948年5月14號，神使佢哋奇蹟復國。我哋嚟睇睇1948年5月14號上午，最後一批英國官員離開巴勒斯坦，標誌着英國委任統治嘅結束。下午4時，巴勒斯坦猶太人領袖本古利安在特拉維夫博物館宣布獨立宣言，宣布一個猶太國家以色列國誕生咗。10幾分鐘之後，美國承認以色列國。17日，蘇聯亦都承認咗以色列。1年以後，以色列被接納為聯合國會員國。於是經過2000多年嘅亡國離散，猶太人終於喺巴勒斯坦重建咗猶太國家，撇開咗猶太民族歷史新嘅一頁。而以色列嘅建國呢，俾巴勒斯坦人帶嚟咗極大嘅不幸。以色列建國後嘅第2日，1948年5月15號，亞爾之間爆發咗巴勒斯坦戰爭，又稱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陷入咗抗日持久嘅對抗當中，使歷史上存在嘅亞爾矛盾更加尖銳同複雜。1948年5月14號，佢哋突然喺以色列宣布復國。以賽亞書66章7節8節。以賽亞書66章7節8節。舊約730頁。66章7節8節。錫安未曾劬勞就生產，未覺疼痛就生出男孩。第8節一齊讀：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這樣的事誰曾聽見，誰曾看見呢？全世界唯有以色列民族猶太人，佢哋亡國咗2600多年，可以重新喺自己嘅領土上邊復國嘅，而且係短短嘅3年嘅時間。佢話錫安就係指耶路撒冷，未曾劬勞就生產，未覺疼痛就生出男孩。佢作咗一個比喻，如果一個女人冇懷孕就生出細路仔嘅話，咁呢啲事你哋有冇聽過？同樣，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呢？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要將自己地位穩固以後好。經過抗日戰爭將敵人趕出去之後，1949年先建立自己嘅國家，先打仗後復國，而佢哋呢係先成立國家後先打仗。所以呢，呢個誰曾聽見誰曾看見呢？頭先睇嗰段視頻嘅時候，你哋都睇到啦。英國佢統治結束之後啊，緊接住呢，佢哋就宣布咗成立自己國家，喺特拉維夫博物館，相當於一個圖書館，突然就宣布獨立啦，國家獨立啦。
喺呢個時候咧，阿拉伯國家佢哋就唔同意啦。佢哋本來要興旺阿拉伯嘅世界同自己嘅國家嘅，但係佢哋發現自己有大量嘅石油可以賣到世界各地去，可以興旺阿拉伯國家嘅。但係呢個時候咧，突然間以色列佢入咗嚟啦，所以咧佢哋就好憎以色列。第一日建國，第二日咧就開始要打仗啦，就打佢哋。一開始咧以為玩下嘅啫，佢哋突然間宣布獨立，你哋話獨立就獨立噶啦。但點不知咧，美國佢承認，蘇聯都承認，而且1年之後咧，聯合國仲納入為會員國。睇嚟呢個唔係真係玩嘅喎，所以咧就開始打仗啦。第二日就開始真係打仗啦。咁打仗嘅時候咧，我哋睇係有邊啲國家同以色列國打嘅咧？整個阿拉伯國家。詩篇83篇第2節。詩篇83篇第2節。舊約568頁。因為你們的仇敵宣揚，恨你的抬頭起來，他們同謀奸詐，要害你的百姓，彼此相議，要害你所隱藏的人。他們說：來吧，我哋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紀念。他們同心商議，彼此結盟，要抵擋你，就是住帳棚的以東人和以實瑪利人、摩亞和夏甲人、加巴勒、亞門和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居民。亞述也與他們聯合，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佢哋同謀做乜嘢？就係要將以色列他的民從呢個地球上抹去。呢啲國家有邊啲國家呢？全部都係阿拉伯周邊嘅國家。以東就係原來嘅以掃，夏甲就係埃及，非利士就係巴勒斯坦，加巴勒就係敘利亞，仲有伊朗。呢個所有嘅都係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嘅國家，呢啲都係建國以後呢，以色列馬上就要面臨着滅亡啦。但神佢話乜嘢呢？耶利米書31章35節，我哋睇一下。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掉，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永遠不再成國。這是耶和華說的。這些話係邊個講嘅？係耶和華講噶。你哋睇下太陽，睇下星月嘅定例，睇下大海嘅潮汐。萬軍之耶和華係點樣講？呢啲定例如果喺我面前廢掉嘅話，咁以色列呢，佢哋就會徹底喺我面前斷絕啦，永遠唔會再成國啦。講白咗就係話，天地廢去咗，以色列嘅民先會被廢去，就係咁嘅意思。邊個咁講呢啲嘅話？一個小小嘅民族喺喘息當中生存，像足球一樣喺呢個世界被踢嚟踢去咁樣。結果神話呢，你哋想滅掉佢哋，我話俾你哋聽，你哋睇天地廢去啦，以色列先會被廢去。呢個係耶和華講嘅。所以以色列咧受到嘅係邊個嘅保護？係神嘅保護。神說：我曾拯救乜嘢呢？亡國啦，拯救嘅話就係一定會復國，而且神答應咗呢次復國以後呢，就唔會再有毀滅嘅事啦。咁有冇可能啊？當時嘅戰局係點樣嘅呢？你哋話呢兩個人比拼摔跤嘅時候，邊個會贏？唔使猜啦，好簡單，肯定係大隻嗰個贏啦，係嘛？
但係如果話呢個小朋友贏咗，人就一定會話呢個細路仔肯定係神童啊。所以神揀選最少嘅民族係有原因嘅。當時阿拉伯世界周邊全部都係敵對以色列嘅。然後1967年6月15日戰爭，阿拉伯一共1億2000多萬人，而以色列呢就係呢度好似小雲彩呢個咁嘅地方，人口呢不足300萬，佢哋就想點呢？想秒殺呢個以色列國。你哋第一日成國啊嘛，係嘛？第二日就準備將佢瞬間秒殺，但結果係點樣呢？第一次中東戰爭1948年，為咗生存而戰。勝利結果係喺邊度呢？諗唔到勝利係喺以色列民族呢邊，猶太國家勝利。當時企喺猶太呢邊嘅陣營係梅岳夫人同斯大林。嗰個時候呢，蘇聯係向着猶太人嘅嗰陣時。然後呢，阿拉伯呢邊呢，幫助佢哋嘅有埃及同埋英國。呢個時候呢，係以色列勝利咗㗎，好神奇嚇。戰爭第一次發動咗啦，第二次中東戰爭係1956年，呢個叫做出海口，佢哋為咗爭蘇伊士運河，最後獲得勝利嘅仲係以色列。呢次英國又企喺咗以色列嘅陣營呢邊，法國總理亦都係企咗喺以色列呢邊，而蘇聯呢就跑到咗阿拉伯世界，美國呢亦幫助阿拉伯國家，結果呢邊個勝咗？猶太人勝咗。以色列勝利咗，呢個係第二次嚇。第三次中東戰爭就係著名嘅6日戰爭，係徹底嘅安全。呢次嘅陣營係邊個呢？佢哋冇幫助，而呢嗰一邊嘅蘇聯呢又幫助阿拉伯世界。你會發現呢，佢哋呢啲外部嘅幫助，佢哋嚟回咁樣調換啊，但係勝利嘅始終係以色列。點解？詩篇第18篇5節。詩篇118篇第5節，詩篇118篇第5節，舊約591頁。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把我安置在寬闊之地。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第7節一齊讀，在那幫助我的人中有耶和華幫助我。所以我要看見那恨我的人遭報。幫助以色列又好，幫助阿拉伯國家都好，嚟回調換嘅呢啲人咧，但係呢，始終係以色列呢個國家贏。最後能夠讓以色列贏嘅背後呢，嘅終極係有一位嘅神存在。幫助我的人中有耶和華幫助我。10節一齊讀，萬民圍繞我，我靠耶和華的名必剿滅他們。萬民圍繞我，1億幾千萬嘅人口嚟圍繞200幾萬嘅以色列人，我依靠耶和華嘅名必剿滅佢。所以呢，只係用咗6日。摩西達洋話：神創造天地用咗6日，我哋要用6日打勝呢場戰爭。你哋睇到呢個，再睇下聖經，你哋就會發現乜嘢呢？只有神先可以知道呢啲事情，做到呢啲事情。係咪只有3次？唔係只有3次戰爭。第4次中東戰爭1973年到1974年係復仇，離我哋越嚟越近啦。呢個係喺我哋身邊發生嘅事情。呢次阿拉伯國家呢，像瘋咗一樣咁樣去準備一場戰爭。呢次呢，以色列稍微慘重損失有一啲，但係勝利嘅仲係佢哋。第5次中東戰爭1982年安寧，徹底嘅安寧，將佢點樣拋出去。有人問，點解5次戰爭受傷嘅總係阿拉伯人呢？聖經係咁樣講嘅，雅各剩餘的人必在多國多民中，如林間百獸中的獅子，又如少壯獅子在羊群中。他若經過，就必踐踏撕裂，無人搭救。雅各就係以色列，以色列剩的人必在多國多民中，如獅子喺羊群中。你哋話聖經除咗俾以色列下預言，任何一個國家有冇可能同佢相比？有邊一個國家係可以落預言好似對以色列咁準嘅？剩餘嘅人
必須被殺600萬以後，而且剩低嘅人呢，係必須喺多國多民中，像獅子在羊群中踐踏，無人搭救。我哋睇下呢個視頻。以色列新任國防部長係蘇伊士戰爭中打出名嘅獨眼龍將軍摩西達揚。對佢嚟講，埃及重新封鎖大浪海峽，等於打響咗第一槍。6月5日早晨7時45分，達揚一聲令下，以色列空軍出動對埃及發動突然襲擊。6月7日上午，以色列先頭部隊通過聖師地分門進入耶路撒冷嘅舊城。約旦軍隊無心戀戰，而且且戰且退。整個以色列步兵喺中午時控制咗整個耶路撒冷市區。一戰落嚟呢，佢哋俘虜咗一啲嚟唔及撤退嘅約旦軍人同埋參加抵抗嘅耶路撒冷居民。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從呢個時刻起，完整嘅耶路撒冷將成為佢哋心中嘅首都。當日傍晚，以色列軍隊一進入傑寧地區嘅主要城市納布魯斯，並且攻佔咗伯利恆一個名氣好大嘅小地方。伯利恆喺耶路撒冷以南9公里，在猶太教傳說中，嗰個係古以色列王大衛嘅故鄉。喺基督教傳說中，伯利恆呢係耶穌嘅出生地。以色列軍隊佔領伯利恆係6月7日夜晚。自此，以色列全部完成咗對約旦河西岸嘅佔領。住約旦河西岸嘅2個約旦裝甲旅被擊退，4800多平方公里嘅土地被以色列收入帳下。對於以色列嚟講，戰事發展出乎意料之外咁樣嘅順利。短短嘅3日時間，佢哋佔領咗埃及嘅西奈半島和約旦嘅約旦河西岸。實際上呢，約旦同埃及軍隊已經停止抵抗。埃及軍隊嘅最高司令官亞密爾甚至企圖自殺殉國。呢個戰爭係戰後發生喺中東嘅第3次大戰。佢係1967年6月5日打響嘅，所以又稱為6·5戰爭。戰爭總共打咗6日，仲被稱為6日戰爭。以色列軍隊先後喺3條戰線上同埃及、約旦、敘利亞3國軍隊作戰。戰爭以以色列軍隊獲勝而告終。整個戰爭俘獲咗埃及、約旦、敘利亞3國戰俘6600多人，而埃及、約旦、敘利亞陣亡近2萬人，而以色列軍隊僅陣亡809人。埃及就係第3次中東戰爭係戰敗咗嘅。過去抱成一團嘅阿拉伯世界國家都已經產生咗深深嘅裂痕。阿拉伯人向蒼天發問。阿拉伯民族有1億6千萬人口，而以色列只有300萬人。阿拉伯世界嘅國民生產總值比以色列高出咗幾十倍。我哋點解打唔贏佢哋呢？呢個係一個蒼天都難以回答嘅問題。佢哋嘅比例甚至相差好遠，70-1咁嘅戰局。結果以色列勝利咗啦。蒼天亦都難以回答呢個問題咩？其實蒼天早已經藉着聖經嚟回答咗我哋呢個問題㗎啦。約書亞記23章9節。約書亞記23章第9節。約書亞記23章第9節。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又大又強的國民從你們面前趕出，直到今日沒有一人在你們面前站立得住。你們一人必追趕1000人，因耶和華你們的神照他所應許的點樣呢？為你們戰爭，係耶和華為佢哋爭戰啊！呢個喺申命記11章亦都有，神要將又大又強嘅民從你哋面前趕出去，然之後將應許之地賜給你哋。點解？因為佢同亞伯拉罕立咗約。
呢個入邊咧，第10節話：你們一人必追趕千人。喺呢場戰爭當中咧，以色列咧佢哋換戰俘嘅時候咧，佢哋就係用1024人換一個戰俘。我哋下邊睇下呢個報導。16號，以色列公布了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换俘协议的第一批8方囚犯释放方案，首批477名巴勒斯坦囚犯将被释放。根据协议，以色列将共释放1027名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5年前被哈马斯俘獲的義軍士兵沙里特。用幾多人？係1027人。你們一人必追趕千人，耶和華照他應許的為你們爭戰。所以我曾指示，我曾說明，我曾拯救。我哋睇下，再睇下以賽亞書43章第9節，舊約703頁，以賽亞書43章。以賽亞書43章第9節，舊約703頁。任憑萬國聚集，任憑眾民會合，其中誰能將此聲明，並將先前的事說給你們聽？他們以為帶出見證來，自顯為是，或者他們聽見便說這是真的。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即是這樣，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亦必沒有，唯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救主。12、13節一齊讀。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說明，並且在你們中間沒有別神。所以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也是神。自從有日子以來，我就是神。誰也不能救人脫離我手，我要行事，誰能阻止呢？所以喺呢個世界有一個民族係神嘅見證人，佢就係以色列民族。幾千年過後，喺4000多年前，神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到今日神依然喺度履行緊佢嘅約定。以後呢，一樣會履行佢嘅約定。佢話：我曾指示，我曾說明，我曾拯救。佢話：我要行事，誰能阻止呢？各位，你哋邊個可以撼動神寶座嘅根基？歷史話俾我哋聽，無論邊個都撼動唔到。我要行事，誰能阻止呢？神寶座嘅根基係乜嘢呢？佢係統管萬有嘅一位神，佢統管萬有嘅根基呢，係公義同慈愛。公義話俾我哋聽，一定會有審判；慈愛話俾我哋聽，一定會有拯救。以色列民族話俾我哋聽，全都係因為有咁樣嘅根基啊！全部都係有咁樣嘅根基喺度。神係永遠唔變嘅神。神殺雞俾邊個睇？殺雞儆猴俾世人睇，係嘛？佢拔刀追趕，跑到世界各地，讓世界各地嘅人都睇到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嘅歷史。我哋中國哈爾濱、開封、上海都有猶太人居住嘅痕跡，我哋都好關注佢哋。而且神今日興起佢哋，成為萬民之上嘅咁樣一個民族。今日學習猶太人智慧，學習猶太人子女教育，學習猶太人點樣經商，家陣有好多呢方面嘅書籍出嚟，係咪？咁以色列佢受難嘅時候，點解冇人會寫呢啲書呢？所以人佢中意做乜嘢呢？人利害犀利嗰時，我哋就崇拜佢。一旦呢個人成功啦，佢隨便話啲乜嘢，我哋都會崇拜佢。一旦有人成功啦，佢寫本書啊都可以暢銷全球。但係嗰一段時間咧，呢啲書咧就會從書架度落架噶啦。但係聖經嘅長久不衰，幾千年嘅歲月當中，仍然暢銷全球嘅原因係乜嘢呢？因為
都要應驗嘅，一個字不差咁樣都要成就喺呢入邊。以色列民族因為唔需要耶穌，將耶穌釘喺十字架，因為唔係我想要嘅嗰個神，所以咧就將呢個神否定咗。我哋今日常常話有永生、有天國、有地獄，但係人咧就會認為我要捉住肉體、捉住今生我所需要嘅，哇，唔係我需要嘅神，呢個就將佢排斥掉，將佢回絕撇開。但係佢確實係神，我哋確實有永生，我哋確實有靈魂。曾經有一次，我同我嘅外父外母咧傳道嗰個過程中咧，我自己本人稍微急躁咗一啲，我話阿爸阿媽，你哋去聽聽呢個福音佈道會啊，因為佢哋喺世上好成功，晚年又好幸福，所以佢哋冇興趣。佢咁樣講，佢話如果你讓你嗰位嘅神將你阿媽嘅腰病醫好嘅話，咁我哋就會去信啦。佢哋所想求嘅乜嘢係肉體上嘅事。後嚟咧，我好嬲，我就講咗句好難聽嘅話，我話你嘅腰醫好咗，仲要唔要死？我講完呢句話，我後悔，我真係好後悔。我只係希望佢可以諗一諗，因為喺傳道書第7章話，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因為死係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呢條腰醫好咗，咁又可以點呢？我哋信嘅神，如果佢只能醫好我哋嘅腰嘅話，咁我哋就冇必要去信佢啦。我哋去醫院就得啦，係嘛？去做手術噶嘛。你想要考到大學嘅話，咁你努力學習就得啦。你想有錢，咁你努力做嘢就得啦。我哋嚟到聖經面前，係因為神佢想藉着聖經俾我哋永生啊！因為佢係永遠存在嘅神，佢係因為喺天國入邊永恆嘅神啊！佢超越時間，超越空間，雖然我哋人無法可以想象得到，但係佢希望我哋人經過呢個世界之後，可以同佢共享天倫之樂。因為人嘅墮落，佢差派咗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為我哋完成佢嘅拯救，而且詳細咁樣講明同埋指示，為咗讓我哋明白呢份救恩。我曾指示，今日亦都係咁樣。神藉着聖經指示我哋，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他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神佢一定要將佢所做嘅事情先講出嚟，然之後係再行審判，佢先係將救恩做咗出嚟。我曾拯救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完成咗救贖，呢個就係神嘅計劃。佢預定喺基督裏讓我哋得永生，係屬靈嘅福氣。佢嘅計劃都喺耶穌身上，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我曾說明，邊個嚟講？邊個嚟說明？聖靈藉着傳福音嘅人嚟講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傳福音呢件事呢，係由我嚟做，我家陣呢，就係攞住一個福音嘅內容同你哋講明。如果你能夠改變神嘅根基，你就可以冇必要去相信佢。記住，佢統管萬有，邊個都改變唔到。希望呢，聽日我哋繼續嚟睇一下以色列雖然亡國以後復國啦，地成為荒涼，咁都要恢復㗎。祝福之前係變成咒咗，咁聽日咒咗又會變翻成祝福。雖然神用咗幾千年連成咁樣嘅事情，但係我哋可以用2日去分享到。你哋話嚟一次咁參加咁樣嘅福音佈道會值唔值得？值得啦，係嘛？好，我哋禱告結束今日嘅學習。
慈愛聖潔嘅在天上嘅父，你統管萬有，並且你已立了你治理嘅根基，公義和慈愛係你寶座嘅根基。希望我哋所有嘅人都俯伏喺你嘅權柄之下，能夠讓我哋謙卑，最終認識你所差來的救贖主。希望我哋每一個人真嘅有一顆慕道嘅心，能夠捉住剩低落嚟嘅時間。希望你引導佢哋嘅腳步，打開佢哋嘅心，讓佢哋嘅耳朵打開，讓佢哋信心嘅眼睛可以看見你為他們預備嘅一切嘅永恆嘅祝福。希望主你嚟成就呢一切，繼續帶領我哋喺教會中嘅侍奉，在全國話語當中咧，希望能夠與你同工。希望所有勞苦嘅雙手都被你嚟紀念，喺我哋服侍嘅過程當中，讓我哋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喺呢個末世打那美好的仗，搶救更加多失喪的靈魂，最終嚟榮耀你嘅名，擴張你嘅國度。希望喺結束所有嘅事情以前呢，我哋做嘅事就係蒙你嘅悅納。我哋感謝主你全程看顧同埋帶領，我哋如此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